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Henry 金銀李俊亨啊。上集咧就同大家講咗點解白銀成為咗 AI 同埋半導體嘅必爭之物之後咧，終於嚟到戲肉啦。我哋而家睇下全球嘅白銀究竟喺邊度嚟，開採有咩鑊氣，同埋明點解全球咁多白銀，大家都係冇銀用呢？究竟唔同國家點樣打呢個資源世界盃呢？我仲會講埋稀土喺半導體裏邊嘅關鍵角色，黃金喺太空裏邊嘅重要性，同埋最重要一樣，普通人啊點樣可以唔使俾人割韭菜嘅情況下咧，早着先機嘅。而家全球白銀嘅產量嘅分佈係咁嘅：墨西哥佔全球最大，約1/5，佔大約2成；秘魯、中國、俄羅斯、波蘭就跟住隊尾嘅。但係呢度咧有個大鑊嘢，全球啊超過70%白銀根本就唔係銀礦掘出嚟嘅喎，即係話你掘銅嘅時候咧，順便附送啲銀出嚟嘅。喂，跟住咩問題啊？如果你唔夠銀用，你唔可以同啲礦直接講話，喂，掘多啲銀出嚟啊咁㗎。你想多啲銀，就要掘多啲銅、鉛、鋅。但係銅、鉛、鋅嗰邊嘅需求同埋價格咧，唔係你話谷就谷嘅。呢個咧就係供應彈性極低嘅死症啦。開採過程咧係咁嘅：爆破岩石、破碎磨粉、浮選分離，最後咧就係冶煉提純啦。成個流程咧講咧就好似沖奶茶咁簡單，但係實際上咧，一個礦咧要10至15年咧先可以開採出嚟嘅。你由勘探到開採咧，閒地2-3個世界盃，即係話今日開始開礦嘅話咧，2036年先有銀用啊！仲有啊，環保壓力、鎂礦污染、原住民抗議、水資源爭奪，每樣咧都係計時炸彈。你以為掘礦好易啊？現實就係容易成日俾人圍，亦都有冗長嘅法律程序要處理嘅。咁點解會短缺先？有5大原因：需求爆升、AI、太陽能、電動車，全部都爭住要。副產品嘅特性，銀嘅產量咧唔係自己話事。環保監管收緊，全世界都唔想再俾你亂掘啦。地緣風險，各國互騙，庫存見底啊！紐約期貨交易所 COMEX 嘅庫存，2025年10月到而家已經腰斬咗啦。倫敦同埋上海得返1.2個月嘅貨底咋。好，入正題啦，白銀武器化，去到26年，各個國家咧都已經唔係貿易啦，係白銀競爭啊！我哋嘅中國喺2026年1月1號咧已經正式宣布將白銀提升為國家戰略物資，同稀土啊睇齊，出口要拎許可證，仲要一單一審，乜嘢企業先申請到先？年產80噸以上，仲要連續3年有出口實績，西部企業咧就鬆少少，40噸就夠啦。中國2025年全年出口咗9126噸白銀，佔全球嘅貿易量23%啊！新政策之後咧，市場估計出口量會大幅減少4500至到5000噸，即係成個市場突然冇咗咁多貨。但係最搞笑嘅位就係咧，中國啊自己都冇銀用啊，佢年產量啊係3300噸，但係國內嘅工業需求咧已經要8000噸啦，即係佢自己都要靠進口或者食庫存。咁點解佢仲要管制出口啊？咪就係保住自己嘅半導體同埋高科技工業咯。美國嘅 USGS 咧喺25年嘅11月將白銀咧歸納為關鍵嘅礦產清單裏邊，去到26年啦，正式將佢定性為戰略資產。美國咧仲做咗幾樣嘢嘅，包括推出 Project Vault 120億美元嘅戰略儲備計劃，進出口銀行批咗100億美元嘅貸款，配合私人資本20億，啟動232條款調查。1月17號之前咧已經提交報告啦。5月兩黨參議員提出銀庫法案 Silver Act， 要求白銀儲備分散去到美國每個時區，唔好全部擺晒 New York。如果美國對白銀加徵呢個232關稅，會雙重衝擊關稅，阻礙貿易流通嘅。戰略儲備又爭住掃貨，個市只會更加癲啊！歐盟咧就將白銀列入關鍵原料清單，推 Resource EU 倡議，目標咧就係2030年做到10% 嘅開採，40% 加工，25% 回收本土化。意大利咧、法國、德國一齊帶頭，其他國家2025年咧，美國納入關鍵礦產之後，印度、阿聯酋、沙特阿拉伯、土耳其、巴西、哈薩克、印尼全部跟隊，將白銀列入官方儲備同埋戰略資產。2026年，印度仲對白銀進口實施新限制，銀條、未鍛造嘅白銀、半加工銀，全部通通都要政府批准
先可以入到㗎。到時全球一齊搶銀，你話我價點會唔升啫？稀土咧喺半導體嘅角色咧，就好多人以為淨係用嚟風力發電機同埋電車。我想講咧錯晒啊！稀土喺半導體製造入邊咧係隱形但係致命嘅存在。鋁、銻、銻、鎵呢啲名咧，你都未聽過㗎啦，我都未啊。但係啊，佢哋係 EUV 光刻機入邊精密伺服電機嘅核心磁材嚟㗎。佢哋係離子注入裝置穩定磁場嘅關鍵，亦都係先進封裝工藝入邊高熱穩定性、焊料同埋介電層嘅重要成分。即係話冇稀土，你又做唔到高端晶片啦。最恐怖嘅例子，氧化鋯呢樣嘢呢，中國掌握全球超過90%嘅產量啊！中國本土報價每斤7.88美元，但喺歐洲市場呢，賣到每公斤1175美元啊！相差150倍嘅大佬，你冇睇錯，係150倍啊！有半導體供應商直接就講啦，越供應啊係致命嘅樽頸啊！2026年以嚟咧，中國對日本嘅重稀土氧化物出口基本歸零啊，已經出現咗實質嘅影響。美國智庫警告啊，如果繼續咁落去咧，美國嘅晶片製造業可能面臨停產咁滯啊，成本增加，甚至啊局部產能癱瘓啊！而家全球半導體企業夾咗喺中間啊，貨存緩衝、戰略囤貨、供應鏈彈性建設，樣樣都要做啊！但係現實嘅係高純稀土材料產能高度集中，所謂去中國化，即係分散風險，唔係真正嘅替代嚟㗎。2025年全球嘅金礦產量咧係3300噸，而中國咧就排第一380噸，俄羅斯排第二310噸。黃金供應相對穩定，但係太空應用先係未來嘅大嘢啊！衛星電子、太空站、防護塗層、未來月球採礦。中美太空競賽入邊咧，掌握金銀資源就係等於掌握衛星網絡同埋月球基地嘅優勢啊！預計咧喺2030年之後咧，黃金喺太空嘅需求咧將會顯著增長，即係話黃金已經唔單止避險啦，仲係重要嘅戰略物資啊！2026年7月，美國拒絕續簽涵蓋墨西哥嘅北美貿易協議 USMCA， 改為每年審查一次。墨西哥開採全球1/5白銀啊！2025年產量1.729億安士，呢個決定咧意味住全球最大單一白銀產區嘅貿易條款咧，以後每年要重新再傾一次啦，而唔係每6年。不確定性嘅本身咧，已經足以搞亂全個市場啦。好啦，面對呢個咁混亂嘅局面，嗰班科技巨頭做緊咩呢？第一，減銀同埋稀土技術研發。光伏行業嘅小銀化趨勢咧，已經唔係成本優化，而係生存必須。銅、鎳因為平同埋多，成為替代銀漿嘅首選啊！但係問題係低端可以替代，但係高端冇得代替嘅喎。AI 晶片高功率嘅應用，白銀同埋稀土嘅物理性咧，暫時冇得取代嘅。第二，囤貨簽約投資礦山，台積電、三星、英特爾全部都係日本信越化學、韓國 Solar Brain、歐洲材料供應商簽長期協議，但係專家話俾你知，真正嘅高純稀土材料產能始終都係中國嗰度，你簽晒約都改變唔到呢個事實㗎啦。最終埋單係邊個？消費者咯。你買電話、電腦、電車，價錢搶貴晒，你以為通脹係因為印銀紙、資源爭奪啊，先係最底層嘅推動力咋？好啦，去到大家最關心嘅問題啦，究竟我哋點樣先可以唔使俾人割韭菜呢？最簡單直接買實銀，平均成本法啊，壓住供應短缺。白銀 ETF 流動性高，買賣方便，實物白銀、銀條、銀幣拎喺手就最安心啦。全球白銀市場已經連續5年供不應求啦，去到今年啊繼續供不應求啊。黃金壓倉，黃金 ETF 實物黃金。金礦股係避險，加埋太空需求雙重利好啊！26年白銀價格玩過山車，由最高121蚊美金每安士斬到去60蚊美金，但係1年前都升咗成倍㗎，所以黃金咧相對穩定，喺個泡沫入邊咧仲壓倉成日最啱啦。匯豐預計2026年缺口7300萬安士，均價咧75蚊美元。瑞銀就預計缺口6000至7000萬安士，第二季末85蚊美金啊，年底
80蚊美金。嗱，稀土方面咧，中國嘅主導地位咧，短期冇人挑戰到㗎啦。全球半導體企業都只能喺庫存、囤貨同埋供應鏈彈性之間掙扎嘅。嗱，黃金方面咧，避險同埋太空需求長線咧穩陣嘅。好啦，總結啦，白銀係地面主力，稀土係催化劑，黃金就係避險同埋太空嘅王者。三者平衡配置先係王道。呢場資源戰爭從來冇停過，掌握供應就掌握未來。如果中意呢類片咧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埋 share 俾朋友睇啊！我哋下一次再分析，拜拜。